我哋嘅信從何而嚟呢？到底乜嘢先係真實嘅信呢？憑信他離別，因信全然付上愛子，憑信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，贏到祝福，換了名字。憑信他行近紅海，因信連潮浪也分開。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，仍敬拜上帝，發誓至死不改。在某天他下決心，圍繞在城外，憑信放聲呼喊，城牆變倒塌下來。又有先知被擄，他放上在心裏靜待，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。憑信我們懷着憑據，因信同尋着了應許。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，朝跟你家鄉走回去。願我們都能對上帝天父有信心。阿們。